咩目台一家咩波客栈，恁客栈phía面话行业面的都种客栈，phía面话，耶稣卖恁罪玻璃，耶稣卖恁罪。卖恁做玻璃，后主转标广播广播每年末台，每年末台，末台门店。门台，耶稣卖恁罪，澳洲准标广播每年末台门店，这个门店。耶稣卖认罪，认罪就是不领他的话，澳洲准标要回去广播每年末台就是家里人吧，家里人就是门第，我把它写成门第可以写成门带，门第好记一些，末台门第，所以写成门第。耶稣卖认罪，澳洲准标广播每年末台转告他们家里的人。唱一首歌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宁宁波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